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礼拜开始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再一次以你的爱，以你的慈神爱所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可以透过今天的敬拜来荣耀你的圣名。主，我们感谢您，赞美您。我们此刻恳求您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注目在你的话语上，也透过领受你的话语来领受你所赏赐的恩典。求主保守眷顾我们今天的礼拜，我们特别将今天服事的众同工都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主赐福带领保守，让我们每一个服事的同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充满力量，让我们所做的服事可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我们特别将我们的教会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主赐福带领保守，让我们教会越来越合乎你的心意。特别在新的一年度的各项事工，求主保守带领。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台湾祷告。目前这几天疫情有渐渐发展的趋势，求主保守眷顾整个台湾，让第一线守护我们的防疫人员有智慧、有聪明，用好的措施、政策来控制疫情，也让全台湾的人民可以遵守政府的规定，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度过这一波的危机。主啊，我们特别也为台湾的众教会来祷告，求主透过各教会所推动的各项事工，来荣耀你的圣名，并且祝福各地的人民，也求主保守眷顾台湾的未来。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在主日的早晨一同聚集敬拜。虽然全球的疫情严重，尤其台湾最近又开始升温，但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旧的事都会过去。邀请各位一同起身，开口赞美敬拜，用渴慕的心来呼喊，求圣灵引领我们看见新的意象，
引领我们走新的方向。有敬拜的声音发出，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有敬拜的声音发出，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生命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全地都要渴望呼喊，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生命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求圣灵引领看见，生命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在新的一年，我们有了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我们还可以如何回应神呢？在这边，就让我们一起对神说：主，
求你再次的更新我，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我再次到你跟前。主，我再次到你跟前，早点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主，我再次到你跟前。主，我再次到你跟前，早点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为你更新我心灵。主，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用一段时间低头跟我们的神祷告，求他不断的更新我们。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你，谢谢让我看完这个时代，心里更新罗马书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真和喜悦的旨意。主，我们人算什么，你却眷顾，求你不断的更新我们。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你却眷顾，你添加降生成实，有血舍身，也将我赎回，永远归你所爱。主，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主，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每当我回转，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让我们继续在主的殿中，一起回应他荣耀的呼召。新的一年，让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的器皿。
并得到从主而来莫大的能力，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求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将自己献上，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求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意，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让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在新的一年，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殿中来回应你丰盛的恩典和荣耀的呼召。我们每个人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你圣洁的器皿。主，靠着你，我们一起彼此相爱，一起关心台湾这片土地。主，我们要靠着你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标杆直跑。主，我们更要靠着你宣扬你的福音，在世上做盐做光，让你的国度荣耀彰显。谢谢你呼召我们，
我们的祷告不完全，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齐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零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兄弟姐妹们平安。谢谢米利安敬拜团以美好的诗歌赞美来开始今天的主日礼拜。诗人大卫在诗里面提到，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请你们大家虽然在疫情期间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那也请你们跟你的厝边隔壁说一声，要常常喜乐。好，接下来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马可福音第10章35到45节，记载在现代中文译本第74页。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来见耶稣，说：“老师，我们有一个请求，希望你能答应。”耶稣问：“你要我们做什么？”他们回答：“当你坐在荣耀的宝座时，请让我们跟你一起，一个在你的右边，一个在你的左边。”38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要喝的苦杯，你们能喝吗？我要受的洗礼，你们能受吗？”他们回答：“我们能。”耶稣说：“我要喝的杯，你们固然要喝；我要受的洗礼，你们固然要受。但是谁可以坐在我的左右，却不是我能决定的。这些座位，上帝为谁预备，就是给谁。”其他4个门徒听见这事，对雅各和约翰很不满。42节，因此耶稣把他们都召集到他的跟前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世上那些被认为是统治者的，有权管辖人民，领袖也有权支配人民。但是你们却不是这样。你们当中谁要做大人物，谁就得做你们的仆人；谁要居首，谁就得做大众的奴仆。因为人子不是来受人侍候，而是来侍候人，并且为了救赎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他的话又受感动去做的人。那接下来要传讲信息的是蔡主任牧师，信息是雅各和约翰2，争名夺利与甘为仆人，请大家一同恭敬来领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首先牧师还是要跟大家说，最近我们台湾的疫情有不同的变化，那敬请大家要配合教会的各项措施，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好，我们有几个措施，我相信最近都有公告，那请大家到教会来，我们就按照这些指示，使我们能够安然的度过这个疫情。好，那也请大家一定要持续的为我们台湾来祷告。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分享雅各跟约翰带给我们的信息。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再一次引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此刻我们要聆听你的话，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并且赏赐我们力量，
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实践出来，来荣耀你的圣名，也让我们领受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记载着一个故事哈，耶稣的2个门徒就是雅各跟约翰，他们这2兄弟跑来见耶稣。如果我们去看马太福音书，同样的记载，我们发现他的母亲也一起来哈，雅各跟约翰的母亲一起来，他的母亲叫做撒罗米。其实撒罗米就是耶稣的妈妈玛利亚的姐妹，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雅各跟约翰就是耶稣的表兄弟，所以他们带着自己的母亲一起来求耶稣。他想想，也许耶稣会看在阿姨的面子来答应他们的请求。耶稣看见他们来，就问他说：“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们就开口要求耶稣说：“当你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时，请让我们跟你坐在一起，一个在右边，一个在你左边。”意思就是说，他们心里面设想着耶稣可能不久之后就要登基做王，他们2个想要做大卫了，一个坐右边王的右边，一个坐王的左边，就是他们要成为辅佐王的宰相。那现在耶稣虽然还没做王，可是不久之后耶稣做王了，我们先来卡位，这样子比较好。可是这时候这2个兄弟真的不明白耶稣做王的是要做什么样的王，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吗？我要喝的苦杯，你们能喝吗？我要受的洗礼，你们能受吗？”所以当这2个兄弟来见耶稣的时候，显然他们不清楚，耶稣要成为的王是要透过十架的苦难，才能够成为众人的救主，众人的王。所以他们2个居然耶稣跟他们说：“我要喝的苦杯，你们能喝吗？我要受的洗礼，你们能受吗？”他们居然回答说：“我们可以。”而且他们这样争权夺利的一种举动，马上引起其他门徒的反感，引起其他门徒的不满，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要，当耶稣登基做王的时候，都想要就要做这个大位嘛，那耶稣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大家都在争做王的时候，马上召集他们来到他的面前，对他们说：“你们要知道，世上那些被认为是统治者的，有权管辖人民，领袖也有权支配人民，但是你们却不是这样。你们当中谁要做大人物的，谁就得做你们的仆人；谁要居首的，谁就得做大众的奴仆。因为人子不是受人侍候，而是来侍候人，并且为了救赎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这样，但耶稣告诉他们，其实你们要做大人物的，就要先做众人的仆人，要居首的，先要做大众的仆人。耶稣也说明，他来到这世上不是要受人服侍的，而是要来服侍人，并且要为了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一个做仆人的道理。那上回牧师已经说过了，我们一般世界上的人要看一个人是不是尊贵，是看这个人身边有多少人在服侍他，对不对？你看那个王公贵族，那个贵族一出门的时候，旁边一大堆服侍他的仆人，我们就认为说，这个人很尊贵，这是一般人的看法。可是我们的信仰却不是这样看，我们信仰是认为说，一个人的价值不是在于多少人服侍他，而是在于他服侍了多少人。那耶稣告诉我们要做仆人这件事情，我们要理解仆人这个字我们今天看起来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比较卑微的工作嘛
一般的话就是情非得已，或是失去自由才会去做仆人啊。但是今天耶稣所说的做仆人哈，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哈，在说做仆人其实是不一样。我们这个时代做人家的佣人哈，是上班制嘛，对不对？我上班的时候我去帮你做事情，服侍完了，下班之后我就自由了。可是耶稣那个时代做仆人哈，其实是做奴隶的意思啦。做奴隶意思就是说，他是完完全全属于主人，要完全听主人的话，甚至可以说，奴隶是属于主人财产的一部分。那一般人对于做仆人大概不会认为是什么好工作，因为是个辛苦的工作，要听命于别人嘛。那耶稣却要所有跟从他的人都要有做仆人的精神。到底做仆人是什么意思呢？今天牧师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要从3个角度去看怎么做仆人甘为仆人的意思。首先我们看到耶稣提醒这2个人，就是雅各跟约翰，他们2个人要必须喝耶稣基督的杯。那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杯就是指我们成为耶稣基督必须要付出的代价。那经文当中这句话是耶稣对雅各跟约翰说的。可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他们2兄弟的杯完完全全不一样。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2章，我们就知道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耶稣复活升天不久之后，他就被希律用刀杀死，他是第一个殉教的使徒。而约翰他得享长寿，而且是自然的死去的有人说他活到100岁，但是他也饮耶稣基督给他的杯，他的杯跟他的哥哥不一样，他哥哥的杯是殉教，而他的杯是在他有生之年，他基督徒的生命不断的操练跟挣扎。我们看到雅各是第一个牺牲的使徒，但是他的受难为教会带来受苦的典范，激励大家继续跟随主。大家没有因为雅各的殉教就害怕，反倒是更加勇敢的跟随主。而约翰被留下来，他留下来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为了真理奋战，在他非常年老的时候，他还带着学生不断的跟异端邪说去对抗。所以他们2个人的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理解喝主的杯的意思是，无论在任何情况，我们都要选择跟随基督，并且在生命的任何状况都学像基督，负担起耶稣基督交给我们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为了使事工推动，我们必须要推选一些人来协助管理教会。这些人无论是被聘任的牧师干事，或是教会透过合会选举产生的长老执事，或是各团契改选的这个会长委员，这些都不是单单代表一个地位或是头衔，而是一个杯，就是一种被呼召的责任。既然是被呼召的责任，我们就不应该陷入2个错误的态度当中。以下牧师要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理解，既然这种职务是一种呼召，我们就不强取，因为这种职务是被呼召而得的，而真正的呼召是上帝亲自呼召的，不是像雅各跟约翰跟他的妈妈一样，以为说我们是亲属关系，好，我们靠着官说就可以得到的。就像耶稣对他们说的，耶稣说这些座位要给谁，我也不是我可以决定的，这些座位是我父亲为谁预备就给谁的，是来自于上帝亲自的呼召。不要想用人的方法去得到，即使你用人的方法去得到，
我相信上帝也不喜悦。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杯这是一种呼召，不是我们去强取的。上帝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任何职分都是一种呼召，不能去强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明白，既然是一种责任，我们就不应该拒绝。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我喝的杯你们必要喝。我们没有办法推却，因为这是上帝亲自交代我们的使命跟责任。所以当我们领受这样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应该求上帝使我们能够完成使命，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自由去拒绝，这样不蒙上帝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在许多地方教会，或是我们的中会或是总会的选举当中，看到或是听到很多人的软弱。其实我真心祈求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包含我自己，都应该超越这些软弱。既然是上帝的呼召，我们就不强取；既然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不拒绝。使教会、中会、总会，或是我们在社会当中的职分，都能够更加合乎上帝的心意。这是第一个。如果我们要成为仆人，我们就是要甘心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苦杯。第二个，我们既然是仆人我们就要有一种态度，就是谦卑顺服的态度。牧师一定要提醒大家，仆人的侍奉是一种从内在谦卑顺服的一种精神跟态度。耶稣这样说：你们当中谁要做大人物的，谁就得做你们的仆人；谁要居首的，谁就得做大众的仆人。我相信我们从小常常被灌输一种观念，我们要功成名就，我们要做大人物，我们要居首，我们不要居尾。的确是这样。神给我们呼召，希望我们成为众人的领袖。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你要成为领袖，你就必须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既然做众人的仆人，我们要理解一点，就是做主的仆人就要顺从主的命令。耶稣要我们做仆人，目的就是要我们学习那种奴仆谦卑服侍的精神。做仆人就是主人要他做什么，他就顺服，他就服从。做仆人的不能只捡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来做，不能只服侍自己愿意做的服侍，不能说这件事情太卑微了，我不去做，要别人去做，不可以这样子。而不是说这件事情我做都没有人看到，所以我就不做了。我要站在台面上的事情我才做，那暗地里面在祷告室里面做服侍，没有人看到我不做，不可以这样子。上帝呼召你做什么，你就要听他的命令，完完全全就是照主人的意思。神给你什么样的恩赐，你就用这样的恩赐去服侍人。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我也要提醒大家，仆人的侍奉不是用传统的观念认为说仆人就是做卑贱的工作，认为卑贱的工作就是仆人的工作，这其实不是这样。如果这样子误会的话，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大家抢着做所谓仆人的工作，很多不是仆人的工作，大家都不敢做，也不愿意做，这是错误的。我们要记住耶稣是说，你们要做大人物，要居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其实还是要做大人物的工作，还是要做居首的工作，但是要以仆人的心来侍奉。我们看到耶稣曾经为他的门徒洗脚，这是仆人的工作。可是耶稣也医病赶鬼、传道，甚至到最后他钉十字架，这是领袖的工作。所以他不挑选什么样的工作，是上帝要他做什么样的工作，他都怀着仆人的心去做这样的服事。所以在这边，耶稣其实在说明一件事情：我们的侍奉要有做仆人的顺服精神，但是我们选择做的事情要依照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这才是真顺服。牧师相信自己的
牧师相信自己的职分，被呼召的职分是在教会当中做牧养、做传道、做分享信息的工作。当然，偶尔我也可以做一些劳动服务的工作。当然，我不能一直说我要做仆人，所以我就去做劳动服务的工作，把厕所扫得很干净，然后正事都不做，礼拜天不讲道，不牧养，不能这样子。神呼召我们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就顺服上帝。好，所以仆人的侍奉不是只做仆人的工作，所谓卑微的工作，而是神呼召你做什么样的工作，你就把它完成。你就要尽自己的能力，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去服务人，这就是仆人的服事。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范凤荣医师的生命故事。他是斯洛维尼亚人，他在1913年出生。1952年，他跟随着意大利的灵医会的神父来到台湾的宜兰。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接受医学的训练，可是国家发生战乱那有一次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之下，他因为他认为是上帝的拯救所以他才保留了他的生命。所以他认为他这条命是上帝所给他的，所以他一定要用他的生命来服侍更多的人。所以1952年他来到台湾之后，他们成立了罗东的圣母医院。他在医院里面执掌外科长达39年来，未曾离开过医院的急诊室跟手术房。他一生救人无数，照顾病患无微不至。他来到台湾之后，就不曾回到他的故乡，甚至连亲人来到台湾要看他，他都不会去机场接他，他要留在医院里面照顾这些病患。他在圣母医院开了8万多台的手术，写下了台湾外科史上没有人能破的记录。要开8万多台，就是你一天要开平均每天要开六个手术，然后39年不休息才有可能创下的记录。所以我们知道他就是拼命努力的工作，常常不吃晚餐，一直开刀到晚上10点11点。半夜如果有急诊病人，他依然起来为他开刀到凌晨，全年无休的救助病人。他几乎就是住在医院里面。他的开刀技术一流，他曾经在一个非常简陋的手术室里面，他拿下一个小牛的胫骨，接到一个脊髓骨折的病人身上，哇，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难得的手术。所以他的学生跟同事都劝他说：“你这件事情就要发表在医学文献上，这样你就会大大的出名。”但是他知道了之后，他只说：“我不需要人家知道我做什么，因为上帝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我所有的都是上帝所赏赐给我的，我只是将上帝赏赐给我的用在需要的人身上。”所以很多人要推荐他去得到什么奖，甚至台湾要颁给他医疗奉献奖，他都拒绝去领，他还是留在医院里面照顾病人。他把他大多数的薪资，就是他的谢礼，都记在医院里面。如果有穷苦的人来，不能缴医药费的，他就叫医院从他的薪水里面扣。他只是简单的一些生活的必需品，供应他就够了。他不单单这样，他还常常捐血给病人，每天巡访的时候为病人换药、处理伤口，都视病如亲。所以南洋地区的人都称他为大医师。他一生与罗东圣母医院的神父一起过着最清苦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南洋地区的民众。他照顾病人到他生命最后一刻，甚至他78岁了，已经有很严重的肺病，他还是撑着身体为病人开刀。后来他过世了，
有1500个人参加他的告别式，不管任何宗教背景的人都来为他送葬，因为他真的是南洋人民心中永远难忘的一个医师。我觉得这就是随时用做仆人的态度在服侍的一种典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呼召你，也许做不同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即使你是一个家庭主妇，或是你现在还是一个学生，你只要利用你的恩赐，好好的用这种仆人服侍的态度，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就好像坐在耶稣基督身上，这就是一种仆人服侍的典范。那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如果你愿意做仆人的服侍，我们会带来一种很大的祝福，就是我们的生命会更新改变。仆人的服侍会为你带来很大的改变，那就是生命的体验跟成长。耶稣在这里实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领导者，不单单是要站得高、看得远，还要学习降卑自己。只有透过仆人的侍奉，才能够体验到真实的生命。过去我在南部教会服侍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亲自辅导青少年的。我常常为了举办青少年的营会而头痛烦恼。一开始我总认为说，我要办一些比较吸引人比较好玩的活动，这样才能够吸引年轻人来参加。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年轻人没有办法透过这些活动来得到成长。而且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很多人在服侍他们。我看到很多教会的小孩子父母亲早上送他去上学，然后中午还给他送便当，然后晚上就去接他去补习班，补习班完了又接他回家，然后3餐每生活起居都把他安排的好好的，都给他服侍的好好的。那这样的孩子他心目中的世界只有个人而已。所以我发现说，我应该举办一些活动，举办一些事工，来帮助这些年轻人。那我就决定做2件事情，我做2个改变。第一个，我教导年轻人要开始为别人代祷。我要求他们在牧区团契当中分享代祷的重要，并且请他们在报告的时候加入几件社会以及世界发生我们的国家发生的重要的事情，请他们为这些事情代祷。我发现代祷使他们的眼界开展，他们世界不再只有自己，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而是他们看到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里面有很多人需要很多的事物，他们开始为这些事情代祷。第2件工作，我带他们在暑假的时候，带他们到20的喜乐保育院，去让他们去协助去服侍一些生来比较不方便的小朋友。通过1个礼拜的生活营，我发现这些小孩子真的改变了。不止我发现改变，回来之后，连这些学生他们的家长都发现他们改变了。有的回来会自理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也偶尔会跟爸爸妈妈说感谢的话。他们在生命当中学会更感恩，他们明白原来他们实在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他们的父母愿意无条件的供应他们的生活，实在值得感谢。他们也在生活当中会更注意到社会当中的弱势者，更无条件的去关怀跟服侍这些需要的人。后来我看见这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甚至他们后来在选择他们要读的科系，他们要做的工作，我发现他们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是想说我做这个工作我会得到什么，而是我做这个工作我可以服侍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来带给别人祝福。这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欣慰跟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
仆人的服事就会为我们带来生命的改变，这是一种最大的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给约翰跟雅各这两个兄弟的教导，让他们喝他们应该要喝的苦杯，让他们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并且接着仆人的服事，让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变得不一样。我们也祈求上帝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去体验这种来自于上帝荣耀的呼召。我们如果回应他，我们的生命将变为完完全全的不一样。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透过您的话语再一次激励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回应你荣耀的呼召，求你亲自差遣我们，呼召我们，让我们透过生命的服事，仆人的服事，不单单荣耀你的圣名，也让我们领受祝福。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用一首回应诗来回应上帝的话语。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上，我们在聆听上帝的话语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喝神给我们的杯，要负担起神给我们的责任。我们深信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会呼召我们，如果你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的，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牧师要为你祷告。好，感谢赞美主。好，我们放下来。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人需要别人为你祷告，你也许正面临许多的挑战，或是有什么样的困扰，你需要别人为你祷告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服侍团队来服侍你。这边就有。好，我们手举高一点，让我们让我们的服侍团队可以看到哈。那其他人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对上帝说：主啊，求你呼召我，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
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知道认识你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福气跟恩典。主啊，我们也恳求您在此刻就呼召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交代的使命跟责任。也求主给我们信心跟力量，让我们将我们该喝的杯、该承担的责任都能够完成。求主与我们同在，并且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引导我们，让我们学会做仆人的服事，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将第一次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亲自呼召，并且使用他们成为你贵重的器皿，用他们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也恳求主，你与内心遇着痛苦挑战的弟兄姐妹同在，亲自赐下能力、信心，帮助他们面对这样的人生困境。我们恳求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用奉献来继续我们的礼拜。受你的同在。今天是1月23日，1月23自由日。这个日子的由来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真正的自由都是从基督那里而来。圣经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不是一般人所理解，认为基督教都是在规范和限制人的选择。我们要感谢你赏赐我们够用的恩典与才能，让我们在生活所需不致缺乏。在此，我们献上部分的金钱作为教会的圣工所用，求主悦纳。这样的祷告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们，请坐。这时候我们要来做社青牧区的信徒委员的这个就任啊。那我们请社青牧区的信徒委员都到前面来。往前面站哈。好，你们愿意接受呼召来担任社青牧区的信徒委员，你们要诚实回答牧师所问你们的。你们要领受这个职分，你们确信这是来自于上帝的呼召吗？你们要领受这样的一个职分，你们当倚靠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唯独尊他为主，尽心于你们的职分。你们是否愿意如此行？这时候我要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年教会小会的权柄，设立你们成为社青牧区的信徒委员。你们当要谨慎你们的行为举止，常常致力关心于这些事，尽力来为主做工，荣耀上帝。阿们。好，这时候我们要颁发一个任命书给你们哈。这不是聘书，是任命书，所以接受之后就要任命，就是要好好的服侍社青的牧区。好，我们请龙昌来接受这个，代表接受。请你们向后转哈，我们大家一起给他们拍手鼓励一下哈。我们是社青牧区。好，请回座。好，接下来是报告哈。那在报告之前哈，稍微再提醒一下，因为那个疫情逐渐在升温哈，所以请大家遵守教会的相关在疫情期间的相关规定哈。那当然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扫 QR code， 好喷酒精、量体温、戴口罩。好，那身体不舒服的这个兄姐们哈，这个可以留在家里哈，因为我们有线上的这样的一个礼拜的做法哈。那每部电梯上来最多只能够坐6个人哈。那第二点就是我们10楼这个礼拜堂哈，这个进出这个进都是在后面的2个门，出在前面这2个门。那每一条这个椅子只能够坐4个人哈。那再来就是所有服侍的同工全程都要戴上口罩哈。那同时间政府也规定进入宗教的场所一律禁止进食哈，请大家能够确实来遵守哈。那最后就是教会在第2、3场礼拜都有线上的直播哈。那不方便来到现场的这个兄姐妹可以在教会以外的地方再做线上的礼拜哈。本周特别事工请大家翻到第5页哈。本主日是本会所定关怀主日，礼拜中特别为本会关怀原住民传道者生活补助金的事工做奉献。那第3场礼拜也特别欢迎及感谢淡龙教会诗班的献诗，愿上帝赐福给他们，并赐福原住民的传道者在各地的宣教的服事。那再来是春节期间的事工哈。那第一点，元月31号到2月5号是农历春节假期，那有事情可以请洽值班的彭荣道牧师哈，那电话在上面。那第2项是新春全家福感恩礼拜哈，时间是2月1号，也就是大年初1哈。
那10点半在10楼的礼拜堂哈。那礼拜中有特别邀请哈，这个有志参与献唱哈。那当天的上午10点在10楼礼拜堂哈，请来参加练习哈。那要报名的兄姐哈，请在本主日哈，就是今天中午以前向宜兴干事来报名哈。那最后一项是因为农历春节的连假哈，所以1月30号哈，也就是下个礼拜的主日哈，那4场礼拜将合并啊，在早上的10点半举行哈。那请兄姐们能够留意来参加哈。肢体关怀。都是令人不舍的消息哈，一共有3件哈。第一个是本会友陈秀静姐妹在元月1号安息主怀，定于1月24号哈，就是明天本周一哈的上午8点半，在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3楼四美餐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那请兄姐们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嘱。那第二个是本会友黄石福弟兄在元月15日安息主怀，已经在1月21号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嘱。那第三个是本会友喜安雄弟兄在1月16日安息主怀，定于1月26日就是本周三下午1点30分在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1楼至真2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也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嘱。好，那接下来是装备委员会的消息。第一项是儿童台语文班，时间是2月20日开始到学期的结束，在每周的主日9点半到9点50，在702跟703教室哈。那想报名的人可以跟淑芬干事或线上报名也可以哈。那第二个是圣经祈祷入门哈，时间是2月13日开始，共4堂课哈，每周主日早上9点到10点在801教室哈。那同样也可以洽那个淑芬干事或者是线上来做报名哈。那第三项是洗礼造就班时间是2月20日起，共6堂课每个主日的早上9点到10点在9楼会议室举行哈。那想要参加4月24日受洗的兄姐可以向余兴干事索取报名表并且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麻烦你们带一张这个生活照来哈。那最后一项是这个数位发展委员会的消息请会友加入 SLPC 双联教会的 Line OA 这个就是Line 的那个 official account 就是Line 的这个官方的账户那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 Line 的 OA 来连接教会的读经进度、每日亮光、线上直播另外包含双联教会的官网、脸书还有 YouTube并且今年呢，双联教会会有系统完成之后，也可以透过这个 Line OA 来认证每一个已经加入的会友进入会友系统，开始建立自己的数位身份这个很重要跟相关的信息请大家一起来配合那这边有一些程序请大家仔细看一下那在 Line 的App 当中可以搜寻这个 SLPC 双联教会点选加入那丁选 SLPC 双联教会，让它在你众多的聊天室当中置顶也就是把它摆在每天最上面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就是你的 priority 打开 Line 那第一个信息就是来自于这个 Line 的 OA 的这样的信息另外你也可以就是把它丁选你可以这下面有一个相关的程序我想就是请大家这个来仔细来看一下，然后 follow 这样的一个程序大概就可以加入了那假如你没有办法进入的话那我们有这个传播委员会跟特别是这个数位发展委员会都可以协助跟帮忙那事实上已经很多人已经加入这个 Line 的 OA 的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很多的高手在民间
所以大家都来 follow 哦，那很快的哈，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数位化的一个教会哈。上礼拜那个梁牧师有特别提到哈，我们这个数位元年，好，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哈，那不只是心意哈，心意哈，我觉得我们武器也要更新哈。旧的武器打不赢新的战争哈，所以面对新的世代哈，我想我们整个教会大家一起来然后很快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教会更新一个非常好的武器然后可以来把这个福音传播给更多的人。好，以上报告。接下来我们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以及补充报告。大家平安。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礼拜的弟兄姐妹？没有好。那因为最近台湾的疫情比较升温所以请大家要多注意保护自己那愿上帝亲自赐福。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互相请安问候。好，愿上帝亲自赐福。我们从前面两个门出去，从前面两个门出去。